主后2023年3月初7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伫小细节活出信仰。圣经咱做来听读马太福音第5章17节到48节。毋通想讲我来是要废除摩西的律法，也是先知的教示。我来毋是要废除，是要实现。我实在甲恁讲，天甲地会消失，律法的一点一画，绝对袂消失，拢会实现。所以，无论什么人犯着这会诫命上细的一条，搁教人安尼去犯，伫天国伊算做是上细的。无论什么人家己遵守，嘛教人遵守，伫天国这个人算做是上大的。我甲恁讲，恁若无比经学教师甲法利赛派的人，搁较忠实遵守上帝的旨意，绝对袂当入天国。恁有听到律法安尼教示古早人讲，毋通害死人。害死人的，着受审判。毋过，我甲恁讲，对兄弟也是姊妹发受气，拢着受审判。无论什么人骂兄弟也是姊妹废人，着上法庭；骂兄弟也是姊妹动妄，着受地狱的火烧。所以，你伫这段要献礼物的时，若受到你的兄弟也是姊妹对你有不满，就将礼物放下伫这段前，先去甲伊和好，然后才来献礼物。人甲你控告，要拖你去法庭，还伫路中的时，就赶紧甲伊和解，才免互控告你的人甲你交互判官，判官甲你交互法警去关押。我实在甲你讲，最后的一身五字无行清楚，你绝对袂当出工。恁有听到律法安尼教示讲，毋通奸淫。毋过我甲恁讲，人若用邪念看妇女，已经伫心内犯奸淫。你的这目若引起你犯罪，就甲伊也迄角，宁可失去身躯的一部分，比规身躯好好迄落地狱较好。你的正手若引起你犯罪，就甲伊斩迄角。宁可失去身躯的一部分，比规身躯好好迄落地狱较好。搁有律法安尼讲，人若要离伊的某，就互伊离婚书。毋过我甲恁讲，若毋是因为某不忠，毋通甲伊离，因为伊若搁去嫁，就是害伊犯奸淫。带即个离婚的妇女的人，嘛是犯奸淫。恁搁有听到律法安尼教示古早人讲，毋通违背所下的愿，伫主面前下愿着实行。毋过我甲恁讲，拢毋通咒詛，毋通记天咒詛，因为天是上帝的宝座。嘛毋通记地咒詛，因为地是上帝的脚点；嘛毋通记耶路撒冷咒詛，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城；嘛毋通记你的头壳咒詛，因为你袂当互一支头毛变乌，也是变白。恁讲话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。其他加讲的是对小者出来。恁有听到律法安尼教示讲，目睭陪目睭，喙齿陪喙齿。毋过我甲恁讲，
毋通指控做恶诶人。人若陷入正平诶喙皮，连倒平嘛越互伊陷。人若告你，要摕你诶内衫，连外衫嘛互伊。占领军诶军人，若强迫你行1里路，就甲你行2里。人若对你求，就互伊，甲你借，毋通拒绝。恁有听到即款教示，就听你诶厝边怨恨你诶对敌。毋过我甲恁讲，就听恁诶对敌，替迫害恁诶人祈祷。安尼，恁才会当成做恁天父诶囝儿，因为伊互日头出来照歹人甲好人，嘛落雨互义人甲不义诶人。因为恁若听遐个听恁诶人有甚物报赏，假毋是连遐个冒失个嘛安尼做。恁若只有对家己诶兄弟也是姊妹请安，有甚物比别人较特别？假毋是连外邦人嘛安尼做。既然恁诶天父是完全，恁嘛着完全。以上。伫小细节活出信仰，做一个受呼召诶牧者，伫牧养上重要诶工作之一就是教导。毋管是礼拜中诶讲道，带领查经、小组聚会诶分享，甚至关怀探访中诶对话，每一遍拢是牧者教导诶机会。要教导一寡甚物呢？敢有遐济诶真理通教导无？信徒敢有遐尼济需要受教导诶代志是无？若假使你有机会亲临牧者诶牧养现场，就通知影牧者所面对诶问题有百种。伫人诶一生中间拄着诶问题总是一道人，所以每一遍牧者面对诶生命情景，也是信徒诶代祷需求，拢是甲人带向真理、看见愿望诶机会。马太福音记录主耶稣一连串诶山上宝训主题，迄一篇一篇诶信息，教导人伫面对生命诶无共课题。面对变动诶世代甲多元诶价值潮流诶时，通掠条真理诶原则。主耶稣这个宝贵诶信息，帮助咱活出天父上帝所欢喜诶样式。主耶稣所教导诶，这个生命课题，并毋是甚物大道理，反倒等是伫生活中随时通恰到诶小细节。主耶稣邀请咱伫面对生命课题诶时，必须严守圣经真理诶原则。讲到关系法律诶课题，主耶稣提醒，关系摩西诶法律和先知诶教示，拢袂当废除，而且也袂当马马虎虎、凊凊彩彩，因为一点一画拢袂当废掉。为什么一点一画拢袂当废掉？伫希伯来原文诶字母漂音，常常因为一点一画就会改变原意，所以解读也是诠释抄录必须要忠实伫原来诶意思，搁较袂当为着图利家己，也是别人更改圣经诶原意。耶稣用一点一画诶细微所在，邀请咱审视上帝诶话语，搁忠实实践出来。伫上帝所颁布诶诫命中，无任何一条是微细甲通忽略，也是毋免注重诶。譬如讲，伫愤怒诶时，对人脱喙讲出来诶话，
亲像废人当王等字句，若无尽快甲当事者和解，就免想要得到上帝的悦纳。或者是伫路呢行路，只是看到一个负责人的眼神，心中随时起淫念，可能就导致落入地狱的下场。对立派需要严肃以对，就亲像测度肿瘤的手术共款，必须甲癌细胞清除清去，才会当保全性命。相款的，一张离婚书，一句誓约书，报复心理，受歹款待的时，心怀怨恨等等，拢真容易予人无意识来附从，还是轻忽，予人远离天父上帝的旨意。一点一画看起来若像无啥物，就亲像细搁幼的毛仔安尼的小事，最后所却袂看轻。伊明白指出，真正实行上帝旨意的人，才会当进入天国。就算遐个界面看起来并无真显目，耶稣的话提醒每一个渴望天国福分的人，爱致力追求完全，因为这是正做上帝儿女的身份标志。日想，我安怎看待圣经中上帝所吩咐的诫命律例？我安怎看待圣经中上帝所吩咐的诫命律例？咱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你毋捌看轻我，就算伫正人中，我是遐尼渺小，你互我学习真实的信仰，毋是高谈阔论，是谦卑学习，搁伫生活中的每一个小细节实行你的旨意。我会听无完全，求你帮助我，互我搁较侪来听你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